你看，那女人无淫就是德啊，女人无淫啊，就是德啊。女人本来就是应该静的，不能主动的，主动的就叫做邪淫了。你看那害人多浅啊，害了一个家庭的经济的来源呢、没有健康身体，工作表现不好，很快就没有工作了。那戒淫啊，戒邪淫啊，戒好色，就可以放纵爱欲啊。不能炫耀自己一天做多少次。精气神是人生三宝，就好像汽车冷媒、冷气机的冷媒，用掉了就要补充，都要花钱的，很贵的呢。吃那些药都是很花钱的。最最重要的是得不偿失啊！为了短暂的快乐，丧失的是身体的健康，还会丧失斗志啊！啊，精神不好的话，工作表现不好，是断送前途啊，前程。读书也记不好，想也想不出来，考试也考不好，哎呀！这男人的尊严就是要靠戒淫啊，戒淫啊，不能好色啊，要以事业为重啊，爱惜精神，留他日，担当宇宙啊，要控制那个爱意，要排日期啊，初一十五那个神明圣诞日都不行啊，酒醉后也不行啊，身体有病痛也不行啊，女人月经期间也不行啊，坐月子期间也不行啊，大病手术后都不行啊，大冷大热、太饿太累都不行啊，出门远行、体力劳动、工作体力透支都不行啊，刚吃饱饭后也不行啊，时间地点对象不对都不行啊，那是邪淫呢，位置不对也不行呢，哎，天地人哦，还有位置。还有东西乱来乱用的都不行，都是邪淫，太可怕了。坟墓旁边也不行，寺庙佛堂里都不行。哎呀，你看呐、古人说万恶淫为首啊，万恶淫为首。为了传宗接代啊，不然神明你看都很讨厌这个男女淫乱的事情。嗯。